继续来看南投溪池乡的头社甲武丁种菜瓜，因为环境的污染甲气候的变迁，这浪费芳愈来愈少，所以乡公所买25卡的芳箱，放伫个菜瓜园，要互50万只的芳加强授粉，提悬到菜瓜的结果率。 农作物开花结果，芳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，为了帮助农民提悬菜瓜结果的成功率，溪池乡公所农会等等单位趁好天气，伫咧头社放芳箱。放芳的动作吼，主要是要提升到吼咱的这个蜜蜂吼来这个授粉，互咱今年吼咱的菜瓜农会当收成更较济。有芳甲咱斗相共，提悬菜瓜授粉的成功率，互菜瓜愈发愈济。 进前吼，咱就是咱的农民，在讲咱即摆的芳愈来愈少，所以讲咱毋则来采讲到咱25万只的芳放伫咱头社地区，互咱这个菜瓜会使成功的授粉，啊，互农民的收成会使更较好。头社地区菜瓜园已经开满，引入的菜瓜花，这边放真侪芳箱，希望今年产量会当继续大丰收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